今次去臨倉，初衷其實係想去摘夏威夷果嘅。永德係中國種植夏威夷果嘅最大基地。9月8號之後就係夏威夷果豐收嘅時候。不過因為計錯時間，加上攻略做得唔係好夠充分，再加埋途中行程多次咁樣變，結果錯失咗最佳嘅時間同最佳嘅地點，見唔到成片掛果嘅情景，只係見到成片被收割之後嘅樹，所以只可以淺嘗一下豐收嘅喜悅。但係意外嘅係，今次喺永德摘到唔同品種嘅牛油果。中國種牛油果最出名嘅地方係萬年，但係永德呢邊都有一片好大嘅種植基地，聽講有7000幾棵樹。喺呢度你可以見到一大片嘅哈斯掛滿樹上邊，又大又靚，多到任你摘你都唔知點入手，睇到都開心。不過哈斯而家仲唔係最佳嘅採摘時期，要到11月先算比較成熟。今次仲見到呢個品種嘅掛樹果，呢種嘅口感冇哈斯咁膩，有好淡嘅甜味，會爽一啲。不過佢嘅核係哈斯嘅2倍咁大，而價錢就只係哈斯嘅一半。呢個品種比較早熟，依家啱啱好就係採摘嘅季節。雖然明知道哈斯未熟得晒，但係我哋都忍唔到手，最終收穫咗20幾個。